1992年嘅台山係點樣嘅呢？又嚟啦！今日呢個視頻呢，毫無疑問都係90年代初揾到台山最清晰嘅視頻。畫面中嘅30空調有冇覺得好明顯呢？接住呢個視頻呢，帶大家一齊翻到1992年嘅廣東台山，講下當年台山市以及30集團都發生過咩大事啦。1992年4月17號，國務院批准撤銷台山縣，廣東台山市成為廣東省繼順德之後呢第二個撤縣撤市嘅縣級行政區。同年5月28號，台山體育館舉行盛大嘅撤市大會，時任人大常委主任黃作斌先生副主任陸振邦先生喺市府大院門前為台山市掛牌。當時現場高達5000幾人參會嘅。畫面中嘅台山30製冷集團呢，就喺呢個勢頭成立嘅。次年9月16號，台山市榮獲廣東省商務繁盛市嘅稱號嘅。當年嘅台山嘅 GDP 呢，雖然只有26.04億元，但係工業產值呢高達56.53億元嘅。你諗下，台山只係由江門代會嘅一個縣級市嚟，就有如此嘅成績，所以喺92年年末呢，台山直接躋身全國百強縣嘅52位，仲榮獲咗全國商品糧大縣，巴閉到非常嘅。92年10月4號，視頻入面嘅30集團呢正式成立嘅。主營嘅30牌空調呢，相信唔少廣東人當時呢有所耳聞。喺營業期間呢，呢個集團注資高達4820萬嘅，對外投資咗7家企業，並控制咗5家分支機構，包括咗後來95年4月28號成立嘅長沙分公司。主營嘅空調牌子呢，於90年代年末呢由三菱改名為樂華空調。歷史上呢，呢個集團與樂華空調嘅關係密切，不過到咗03年呢，樂華空調因資金斷裂、高管成本過高以及管理嘅問題呢，拍賣資產約4000幾萬還債，所以非常之可惜。後來呢個牌子呢就消失於江湖之中了。而翻到1992年呢一年呢，台山發電廠正式啟動基礎建設，開啟咗能源產業發展嘅序幕嘅。呢啲事呢都標誌住當時台山從農業縣向現代化縣市轉型嘅關鍵節點嘅。而當時台山嘅陸地面積3286平方公里，係廣東省最大面積嘅縣市之一嘅。當時更加係名副其實嘅全國第一僑鄉。好啦，你印象中嘅1992年以及台山係點樣嘅呢？歡迎大家踴躍留言，多謝關注。